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高貝，又到福起來嘅時間咯。今日我帶大家落去哪聊聊呢？冇唔錯，就係我哋六隊地波呀，有隊我哋嘅高樹鄉。高樹鄉我哋當地佢係好山好水，總係改道嘅農產品。嗰時我哋貼喺今日我帶大家去採貼一啲農場哦。因為農場地波總係哪條貼喺啲水果，也係講農產品，地波有樣板嘅故事呢？我哋接下來有請採貼嘅好朋友同我哋來分享吧。首先，先來分享好我哋農場嘅頭家，我哋嘅洪文勇。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的青農洪文勇。接下來呢，係我哋高樹鄉觀光協會嘅總幹事涂心怡。主持人好，大家朋友好，我係觀光發展協會嘅總幹事提高樹，我係涂心怡，歡迎大家來了。哇！歡迎我哋文勇嗬，同我哋心怡嘅總幹事兩位來到節目對不對？提到開創嘅時間，我有講啊，其實高樹鄉和我哋農改樹係一個好山好水、好山好水的地方嘛。那首先先來強調一下我哋文勇嗬，就是文勇，你自己的農場是你自己開始的時候創立的，還是原本家裡面就有的？我的農場是爸爸從阿公時代是種那個檳榔樹，然後到了爸爸接手的時候就開始轉做果樹。然後有曾經種了檸檬，後來是主要是種芭樂，然後酪梨、黃金果。那因為種了很多種的水果，所以我們家是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可以採。然後我接手爸爸的工作之後，就覺得我們家應該要開放農場，給客人進來體驗採果的樂趣。所以就是從原本家裡面就有，只是到你接手之後，才把它轉做說可能講嘅觀光果園這樣的一個形式。阿姆姑文勇啊，你自己是學這個農產農業相關科系的嗎？但是為什麼會想要接手？因為一般來講，可能說，有一些原因會幫家裡面接手之外，很多都是自己學的，如果沒有相關，會想要從事其他的行業。那你的狀況呢？一開始我是真的。我的興趣都是在食品產業，然後從我高職就是念食品加工科，然後大學念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的水產食品科學系，然後一直對食品還是很有興趣，再繼續讀研究所，讀到基隆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研究所，所以我求學的過程都是在食品科學的產業，然後我畢業當兵完後畢業後。就在食品廠做了10幾年的經歷，那一直到爸爸就是心臟原本是裝了支架，後來支架又退化後裝電池，然後醫生就說這種田裡的工作太出眾了，沒辦法再做了。那我的專長都在農業食品領域，我就決定要回來做家裡的食品，就是把果園轉型做觀光果園，然後進一步開發很多食品加工產品。原來是這樣，不錯工。所以你自己現在除了做後端，我們說食品加工是後端，你還跨足到前端，自己生產多少，自己想辦法來把它加工這樣子。接下來喺我哋總幹事調到文勇同我哋講啊，佢喺個農場自家錄下本來都有嘅嘛，總幹事，你喺樣板同嘅文勇認識的，佢哋農場地位高管呢，也講喺佢嘅後潘八通唔怎認識的呀。我哋呢朋友啊，都帶我去嘢場域嘅看好嘢就嘛幾緊張啊，因為通作清潔，一下都個嘢嘅場域啊，去做一個裝潢嘅，嚟講有裝潢嘅格式啊，冇符合我哋呢期待啊，都感覺幾擔心，不過伊已經做好嘅啊。都講伊個上一樣做，先以後嘅規劃去做，等做到合理，伊做冇好嘅地方，等來幫助伊一樣做。等一條朋友啊，都親熱心哦，都嚟聽書做，因為伊等人呢冇書冇腳，等都丟書丟腳，嚟幫助伊也參與做到更好，現代嘅地方。盡量去唔是嫌伊嘅呀，冇法度嫌嘅呀，都盡量去幫助伊呀，參與做到更強來，更整體更好看來。尼啲辦食農教育嘅時節，我哋都去幫助伊，嘛許多嗰度朋友嚟幫助伊，提供嗰度好嘅資訊對伊呀，慢慢嘅尼
更认识、更深入来帮助伊哋年轻人。哦，原来咧，嗰所讲其实文勇基本上都有咧各有想法，各有法律，但係佢從咧睇腳嘅，唔啲啊講吼用辦去規劃，個好，個符合健康人講嘅觀光啦、生農教育，甚至於講人哋農業和觀光嘅部分，能協助佢天天咧來轉型、轉變安尼嘛。哦，文勇，剛剛總幹事有說你很有想法，是有個活力，將你自己的觀光果園一下子要打開，然後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會想要做你的這個部分，問一下文勇說，你自己接手爸爸這個農場之後，你自己的想象，你原本是規劃怎麼樣子去做一個觀光農場去 open 它的？其實我回來高樹之後，有很積極的參加我們高樹觀光產業發展協會，因為我們也一起去高雄看一些觀光工廠的規模。那當然還是要回到我們高樹鄉來做自己的產業，那是觀摩別人好的部分。所以我們也看了很多喜樂可可的農場，一些幸福莊園姐姐的莊園，然後民宿莊園都整理得很好，所以我就會以我們高樹的這些前輩，大家也是做了好幾年的成果，然後下去做我農場的一個改造的，就是一個場景。那就是要先去看別人成功的一面，那再把別人成功的套在自己的身上。即使產業都不同，有的是做酪梨、巧克力，很多不同的，然後鳳梨、有機鳳梨田、紅旗農場，這些都是很成功的案例。那就是可以，我們高樹都已經有這麼多成功的前輩可以讓我學習，所以我就是慢慢的農場就會轉型，跟大家學習一樣的。嗰所講除了你這個想法之外，還因為總幹事佢哋向下台交流合作，當然去可能目前的農場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這樣子嘛吼。那文勇，我繼續請教一下基礎的資料，大家其實也還不是很清楚呢。你們農場這樣子都是你一個人在顧嗎？姐姐周末會回來幫我，因為一個人的力量真的很有限，一個人要，比如有30-40個團課同時要報我體驗課程的時候，我就會跟姐姐請她回來幫我當我的助教，不然一個人要接待30-40個人是會讓客人會覺得說你們服務沒有很周到。係啊，一個人顧按都會顧唔來啦。後來姐姐跟姐夫都會回來協助我，幫忙我。我很感謝他們。文勇，這樣子平常除了做這些觀光導覽的事務之外，農場的日常運作，你的農場多大啊？你一天大概會是怎麼樣子去規劃這些流程？農場的整個面積有7分多，7分半。是沒有到1甲地這麼多，可是因為我是有機果園，我的管理是完全不用，不噴除草劑，不用化學肥料，也不噴農藥，所以我的果園是很自然的環境。除草的工作會是我最大的工作課題，然後也不會每天除草，大概草都是半個月最多1個月就要開始整理，不然遊客要進去採水果都會很困難，因為雜草會長得跟半個人高了。我有問題，你頭先講你這個農場就是有機的嘛？那有機是從爸爸那時候就有機，還是到你才開始變有機啊？因為我本身是讀食品科學研究所，所以我們現在國人對農藥殘留是很重視的議題。然後大家爸爸媽媽也都不希望小朋友吃到有問題的水果、蔬菜。那爸爸的時候都是用慣行農業，都是有在噴。他們覺得除草是一個很吃重的工作，沒錯，所以他們都用除草劑。那果園就整個是光禿禿的，是不會有雜草。可是我就覺得這樣對我們土地是不太健康。而且我們高樹又是一個水源保護區，你噴的那些農藥是會滲透到土裡、水裡的。那我就是覺得說，我們好山好水就是要維護它，那就是把自己的果園就直接從慣行變成有機農業。
那这个在转型的第1年中是很痛苦的，因为你转型从惯型转到有机的第1年，你的收成会从原本的8成直接掉到剩2成，就是你的收入是你没有什么水果可以采，因为整个都是很小颗，很被鸟吃、被虫吃，你几乎没什么收入这样。那好不容易我现在是熬过第2年了。那也感谢农业部农粮署，就是很照顾我们青农，对，都会给我们鼓励跟补助，让我们撑过这个过渡期。顾寿公，就是在你的农场已经转型，就变成有机之后，那时候你就决定说你的主力就是要种现在说的芭乐啦这些水果嘛？这些芭乐跟酪梨、黄金果都是爸爸的时候就种下来了。已经种5年多了，对，已经到达在采收的时候，所以我更觉得我应该要回来接手，才不会让爸爸的心血就是浪费了这样。对，但是说，爸爸给的作为从惯型变成更加作为有机，但是植栽都没有变化哦，只是把这个土地跟农药的方式来作为的改变，对不对？对。观众朋友，没想到咱文勇啊，按有心呢，爸爸传承下来一个农场想办法去转做一个有机的农业。当然，一个有机的农业，必备可以拍那条神奇的法通，还有运用版神奇的故事呢。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前面谈的文勇同总干事今日的分享，上底下讲文勇今日的农场原来含有很多的水果无共用的，不过要得好的产品转做有机之后，又用把行销出去呢，继续来参考一下今日吧。文勇，刚前面有讲接手之后你做了有机，那你看你做了这么多，种了多水果，那你除了卖出去鲜食之外，听说你还用你自己的专长去加以研发，你可以跟我们说你周围那点事情做了什么吧？我第一个我就研发了芭乐意式水果冰淇淋，因为我觉得好像市面上都还没有看到任何是用芭乐来做冰淇淋的。那我又是芭乐生态农场，我就会把我很多卖相，因为是有机，所以它卖相比较不好的芭乐，比较熟的芭乐，因为它也更有水果的香味，那就会透过做成冰淇淋的方式，然后是不加任何香料、色素、一些乳化剂什么都不添加，单纯的用芭乐汁跟柠檬汁做一个调味。然后就做成一个很健康的水果冰淇淋，那推出来之后也很受到大家的喜欢。一天内呀，而且我们屏东又这么的热情，大家最喜欢吃这些了。那除了芭乐制成的之外，其实你们农场里面的水果都可以做这个冰淇淋，对不对？对，都可以做。像黄金果的部分，就是之前也尝试做过了，可是因为黄金果它有一个。它切开之后会很快的氧化变色，对，所以你的冰淇淋会变得有一点颜色会有点咖啡色，不太美观。这部分还要再克服。对。那除了能做冰淇淋啊这些之外，我看到你还有做一些面条，包括这个腌制，这个是冬瓜吗？还是什么？前面这个？这个是咸柠檬啊，就是要给黑柠檬。柠檬加盐巴跟纯水。然后就可以做成一个永远都不会坏的，对，放不坏的一个腌制咸柠檬。那其实我们国人到香港旅游，香港就会有一个咸柠檬的一个产品，然后香港也很多港式咸柠七，然后一些咸柠檬的饮料都在香港很流行。那一些年轻人，我推出来这个商品之后，我在虾皮拍卖上是卖的蛮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年轻人都会买来做调酒，调汽水的一个应用，很方便应用。
对啊，在我们的印象底度吼，也都会柠檬卤的啦，大部分都会找的嘛吼。中关生我们大家都是用柠檬干这些的，那种里边有料有汁的，我还是很少见到。有像条到文用讲的，韩国在苗路风，骨头会好上的会买，这个我才觉得比较特别，可能是因为比较贴近年轻人的需求所以才比较受到这样子的欢迎。甚至于讲可能这个很 Q 给风养蜂还去采蜜，哇文用农村底部。你到底做了多少的工作一个人那蜜蜂的部分，我很特别感谢渔园有一个刘将军刘老师，他就是在高速也是经营有机农场，然后他是退休的海军，就是将军，然后在高速免费的教授、教导、辅导我们。只要你是对他觉得是养蜜蜂是爱地球的表现，因为蜜蜂是授粉的一个媒介昆虫。那我们地球上如果少了蜜蜂的话，我们的粮食会出现危机。那我的有机果园就是很多花花草草，刚好可以提供蜜蜂很多蜜源的来源，花粉都是蜜蜂的食物。那我们这个刘将军刘老师，他就是免费的教授，因为养蜜蜂是需要拜师学艺的，你自己一个人看书学是做不来的。那我就是很庆幸有一个老师可以指导我，然后老师也说我是他指导过的30个学员里面第一个成功采到蜂蜜的，最聪明的学生。因为更加讲，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变化，越来越严重的嘛吼。骨头的蜂蜜，唔但像係新的一个新手，有的骨头的蜂农，佢有经验的，可能不是也会受到讲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蜂诶采不到蜂蜜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不过文用条东都可以按到的东西，我感到一个很有兴趣，就是后边讲的那个也是芭乐州的吗？对，跟一罐一罐的黑嘛个。这个是芭乐酒，应该是全台湾第一个芭乐农场，然后自己研发出来一个芭乐酒。那这个芭乐酒是我屏东大店长。我们屏东县是一个很支持屏东人创业的一个地方县政府，对，他辅导我们屏东很多青年都做自己的品牌，然后我们是第10届屏东大店长，那我的创业伙伴是一个叫只发城酒厂，然后他是2代的。就是接手爸爸的2代年轻人，然后也是经营酒厂，做得很不错。然后他同时也帮忙做，像访寮那边，他也成功了研发出莲雾酒，所以我这个礼盒到时候也会跟莲雾酒做一个搭配。会同时你买一个礼盒就可以买到芭乐跟莲雾，这样是对年轻人或对市场接受度会蛮高的。但是重点是说这个芭乐酒到底味道怎么样？我们来帮观众朋友送一下，没空做子年轻好你们就没了这是很特别要帮大家来尝看看，到底要给全台湾第一个用喇叭来做的酒都得很用版。它是完全没有加香料，纯天然的。芭乐，真是的呢。不过暗香，可是佢品唔出来，迄喇叭咧，唔像品得到佢迄个水果酿造的那种香气。是看那些蜜桃很用吧？很顺口。某嘛个酒味呢，就是酒味没有到想象中的这么重，也不会辣，但是是下椰时间。调到批某喇叭的蜜桃，当还是下椰时间回甘的那一种味道，真的是很成熟的喇叭的芭乐的那种味道出来，真是鬼好啉呢。故说讲，它可以按的是之外，它还可以搭配所谓调到文用讲的柠檬啦，给到汽水去做调酒这些，对不对？很多的变化。其实。我们屏东很多的农产品都可以加工再去应用，但是我想要问文勇一个比较重点的事情，我们都提供有机就是不是用惯性农法，故说讲它在风味跟所谓的甜度上面，应该跟传统的会有一些差异。那这些差异的讲，你会怎么去跟顾客解释说这些的差异，还是说其实你
做出来的跟传统的其实没有差别？有很明显的差别。像顾客到我的果园，我第一个就直接切我的有机芭乐给客人吃，客人大概10个吃完，10个都会说我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芭乐。哦，对啊，因为我们的有机芭乐确实它是外表没有一般市面上的芭乐来的这么大颗漂亮，可是它的风味真的比一般的芭乐更甜，因为蔬果它会有一个机制，就是它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中，就是因为比较多虫啊，比较多营养比较不均衡，没有化学肥料这些的供应下，它自己蔬果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会让它的风味，像有机凤梨，我们都吃过，红旗大哥他种出来的有机凤梨，就真的跟我们在菜市场买的凤梨风味是不一样的，也更香甜。那我的芭乐也一样，就是我们没有用什么化学肥料，可是它反而种出来的是比一般市售的芭乐甜度来得更好，芭乐风味也更佳。哦，所以说文勇，按你讲出来，其实有机其实可以冲量去讲，我们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虽然讲外观冇像一传统的安好，但是俺们的农产品水果内容有可能比传统的还要更加的好吃，对，是不是这样？可能更甜，味道更真实，不会像单纯一种米头。文勇，既然按呢，你看你这种东西有研发按来加工的产品按磨含呢，那你为什么还有心力会想说，我开放一个果园之后，不只来采果，我还规划那个观光活动这些活动，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下去做？因为现在就是观光旅游业在整个台湾是很流行的、很丰盛的，然后一些家长都会希望周末会带着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一个人顾果园也蛮辛苦的。那采水果都是工作。那我如果可以开放果园，让民众来帮我采水果。最重要的是说，希望大家了解参加这个果园的运作之后，作为去了解我们在地可能属于食农教育的一环，一方面也可以疏解你自己的一个压力嘛。那在经营果园这个方面呢，一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尤其是你那种有机的，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最困难、最辛苦的是哪个部分？是不是还因为有这样子有想要收手的，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目前最困难的就是在我创业的时候，资金都不足的情况下，我就是跟农会还有一些一些银行都是农业相关银行，它其实很照顾我们青农。比如农业部，他就给每个青农有200万额度的青农创业准备金。他给每个青农是5年内，你只要5年内是免缴利息的，然后最高可以贷到200万。那我是已经贷了100多。那另外也用我们家的土地下去做，就是跟农会做一个贷款的部分，所以你每个月的贷款是会有压力的，因为每个月是都会有要缴款的需要。那另外，因为品牌在刚成立的时候，真的是知名度比较不足。那我是透过自己很努力的在脸书打广告，或把你的果园的照片、成果、你的研发的成果，我都会一直在脸书上跟大家做广告，然后一些外县市的爸爸妈妈，他们看到你的果园是有机的，然后又是做无毒的，然后也都很愿意从台南啊、高雄啊带着小朋友来体验采果。对啊，一路走来是蛮辛苦的，可是没有想要放弃的念头。因为你这个刚讲，你自己也觉得这是个值得坚持下去的事，虽然真的很辛苦，当然的朋友，哇，我的给马鼻都红了耶，真的很累的感觉呢。观众朋友，糖豆芽的故事还没同各位来共用呢，真是作为的品牌，尤其俺的农业，真是冇简单哦。但是不用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一年。不过啊，我们高雄乡还有几多人来聽住也嘅觀光啊，也講採取農業啊、產業嘅發展哦。等一下到底係乜嘅故事呢？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咯。
文用啊，今日用心吼，将一个有机农产生产的农产品作为几道无穷的加工品，得到也是来改好里面嘅饮料吼。除了安尼，今日规划几道奇妙的课程啊，不过有个课程迄个农场底边呢，不过农场那边呢，还有农办的故事，我们先参考一下我们观光咖啡的总干事吧。总干事，前面文用有讲啊，今日自家有规划一个市农教育也好，这个农场的观光课程发通，我们同佢交流之后，又将其个课程也讲发通做哪道的改变，加入我们这个菜地的一个文化也讲特别的提升啊。有因我哋運用加入我哋嘅協會嗬，個慢，我哋其實以前都做過多事情嘅。譬如講運用嘅蜂蜜，以這個為去學，也學都同我哋嘅商業協會裡面，我哋要請老師來教我哋，尤其農業對未來嘅環境嘅影響，同未來嘅時代用嚟做，教他講人農業，因為嘅劉將軍以這個嘅園區整理得幾好，不過伊嘛冇做到幾大量嘅生產跟賣，係諗起這個細細嘅做，不過伊做到真好，佢有經驗，尤其養蜂。我哋嗰度飛人都去嘅學養蜂，因為我哋要請伊嚟教我哋一堂課，用嚟做友善地方土壤個環境教育嚟做安尼嘅分享和課程。所以我哋嗰度飛人嗰度落邊嘅同學當嚟而家人嚟嘅學親手做，親手教佢哋用嚟去養蜂，嘅樹上有條蜂蜜，係錯。所以運用嗬，算是最優秀嘅學生啊，係錯。佢哋有蜂蜜可以採樹嘅人係。當我哋係請嗰度老師啊，嚟我哋嘅職業教我哋做品牌嘅設計係。因為太方向政府攏有喺做嘅，我哋協會幫忙我哋一職業小農同一道企業嗬，攏嚟邀請個好嘅老師嚟教我哋用嚟做品牌嘅設計同行銷，用嚟做土地嘅保護同埋嘅生態環境嘛最好。譬如講，我哋咧運用而家都係芭樂嘅場域，我哋都會睇做也條芭樂嘅市農嘅教育，把它用嘅生長，用土地，當運用嘅專業啊。所以講而家就伊做安尼嘅計劃，都本人第一講，是芭樂嘅世界。芭樂是牛來嘅，都會教伊用嚟做。芭樂生產放起來去，伊可以做乜嘅加工？芭樂嘅酒，芭樂嘅泡茶，芭樂嘅芯可以做泡茶。嗰所商業攏係安尼延伸市農教育，教伊哋周邊又可以有做，豐富伊我哋即個生活。嗰當然講，農業一日遊，我哋呢地方又有。演藝嘅，因為嗰當然心情唔多好嘅，都安排等我哋咧做鹿角節啊的演藝療癒一日遊。总管是，那想請教一下，像文用啊，他自己在辦活動是向他聯絡嘛，作為咧一日的一個發通。像唔能嘅話，假使講我哋想要去報名像一種市農教育啊，唔能會天數規劃講，唔能有一多年有乜嘅主題，你們會針對這個去做需求去規劃錯嗎？對。嗰陣時就會問我講，迄年紀了啊，嗬，一日安尼愛多錢？我諗講，也錢係佢費講呢。我講唔有一道預算，我來用嘢預算來去規劃唔愛做乜嘅東西。我本來唔可能安尼好嘛，唔好話我哋那個加減愛做乜嘅東西。譬如我哋做芋頭啊，去芋頭嘅坑，芋頭用嚟種，用嚟採收，用嚟做芋頭嘅食物嚟料理，他緊要嚟做料理，通數做，有啲體驗，用嚟種烏嘅，嘛可以種一條烏嘅本帶過去，即個去菇啊，菇都係等人去嘅嗬。一年以後，人家會有太條嘛，因為睇到卡做一啲演藝嘅人嘅演藝嘅形態嚟照顧，唔到第一而家成長嘅過程有乜嘅東西，係啊，就會有無窮嘅需求，有規劃無窮嘅課程。無窮樣嘅課程。但係像運用緊嘅，伊咧農場就有咧提升嘛，高速上有按到嘅，唔能有協助過，有交流過，唔能有
曾经有人的想法，也係講已經盼過嘅種大家接下行來，盼伊咧台嘅發通，也係講實習，吼，本大家可以有一個展示、教授、吼交流嘅機會嘛。係當然有安尼啊，因為有啲台發通都有啲細人期，因為我哋會本伊啲細人期去，因為農民伊唔曉得寫企劃，唔曉得寫計劃書苗做，嘛唔曉得做神啊。農民嘅時間吼最寶貴，伊無法度去寫一道東西，嘛無法度去由一黨人來做嘢寫條。每一位達人，我哋都幫伊做伊無法度做到嘅事情，幫伊做好來，伊都準備也創意嘅東西來分享俾一道來參加人，係都做到最好，係的。沒有，剛剛總幹事有說，然後把大家集合起來辦一個大活動或是市集，你也有參與過。那這樣你第一次參與的時候，你的情緒感覺是怎麼樣？很緊張？對，參加市集第一次的時候，是因為沒有直接的把農產品帶到外面，然後要直接面對很多客人，因為客人會有很多問題問你，然後第一次市集是會比較緊張，可是隨着後面已經參加過無數場，一年大概會有參加好幾十場的市集。我們高樹常常會辦一些大型的市集，比如在清水公園，然後屏東縣政府也曾經在大金瀑布那邊辦過一個大金奇幻市集。然後高樹屏東整個很多市集我都會努力的去參加，然後主要就是要把品牌介紹給更多人認識，這樣。那有沒有因為這樣累積了你的忠實粉絲，就跟着你一起跑市集，追着你跑的？常常會在市集碰到一些老客人、老朋友，他會說：“我有去過你哪一場？”這樣，對。總管是其實像安尼規劃啊，有是咧有高料的，看假使講安尼真是。民眾想要去高樹鄉，去老了的時間，高樹鄉有固定班，乃就會接下唔能講嘅省農教育啦、地方觀光也就會發動，有固定班也仲係睇見咧發動嘅資訊嘛，安樣問題？由於我哋文化嘛有文化，高樹嘅文化都係殺時工嘅文化，伊每年都會辦一個殺時工嘅節慶，係差唔多係3月28號嘅下，左右嘅下辦，然後細妹嘅過年。嘛，係我哋咧客家嘅客家文化嘅節目，還有啲都係七月辦嘅唱歌，四股唱班，係唱班嘅活動，都有固定嘅呀節慶嘅時間來辦活動。反正他跟人有閒嘢人嚟聊，假使講，有銀行談講啊，也就要發通地俾人菜體，還有設計講，有哪度可以去整印嘅，然後屬性用版嘅，係唔係有一種嘅發通啊？有啊，我哋亞滿路有幸福185線，所有裡面咧園區有一道農民，以後嘅人氣都可以去撩搞撩，去撩。好，嗰度185線道，所有像文勇嘛，係185線道其中的一員。所以現在了185線道所有的農民、農產品或是可以去撩的地方都有。所以185線道的地方更豐富。然後針對我哋客家地方都係我哋呢客家巡視區。因為我哋客家嘅巡視區殺時工係嘅文化，對我哋呢大地保護我哋村民最好，因為伊啲實施工史老大已經200多年咧，所以啲文物嘅古蹟嘅啊，反正他今年都可以嚟了啊。好喲，原來高樹鄉還有按到神奇又有意義嘅發通呢。不過難得啦，文勇，你來到一個節目地方又係咧青年農民那想會搶高，就是也跟有興趣想要從事這個行業的其他後生朋友鼓勵一下啦。就你自己的經驗來講，有什麼樣的建議，或者是提點後生民教你從事這個行業，不管是農民也好，青年創業也好，就你咧行過來有一點經驗的人，有什麼樣子的想法？我覺得青農朋友，除了回鄉做自己的農業工作以外，也要很積極的參與，比如各地的縣政府，他都會為農民開設一些課程，然後希望年輕農民要多多的跟大家
出来介绍，出来认识朋友，然后把你的产业介绍给大家认识，然后你可能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而不要一个人孤军奋斗的在果园里面一直做，即使你做得再好，可是你没有朋友帮你推广，或没有认识朋友，你的交友圈会变得比较小。所以有往外的机会都要主动的来跟大家交朋友。哎呀，就是假使讲这是拍摄好喊出去，不好意思，就这么多人交流，最起码我们回到高速还可以去找文勇你嘛，对不对？哇，观众朋友，今天真是鬼精彩呢！唔单讲认识的人哋高速有啲鬼优秀的青年农民，人哋文勇，也嘅农场，甚至于讲也了解人哋高速乡更加推动也嘅菜田、农产品也好，这个文化也好，作为乃度嘅发动。假使讲大家2年有限的时间，想要出去聊聊高速乡，大家可以去聊聊一下哦。今日再一次感谢人哋文勇带来精彩故事，多谢哦。多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高速农场体验游玩，谢谢大家。好哟，找到人家大家會有故事，那麼呢，夾夾聽聽先生來認同一下咯。希望我哋福氣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喲。